便當業者甲議員李中慶共同做愛心。3月28日，在安南區的百安路2段日經停場，活動得到真儕善心人士的支持。其中，天上聖母信徒呂俊德發願捐贈100粒便當，瓦善佛具行的沈信宏同款嘛捐100粒，佮加上一級棒炸物工坊董素美也捐出100粒，總共300盒愛心便當，幫助有需要民眾。主辦單位也希望未來會當調向每個月定期辦理，讓愛心持續擴散。集美便當結合我們忠誠議員服務處這邊要預計開始每個月長期性的做愛心便當，來做發放的動作也希望有志一同的善心人士能夠來共同來捐助我們這個愛心便當的活動。非常感謝我們李議員這邊也幫我們好幾的各里里長了解說一些中低收入、低收入以及邊緣戶。有需要我們來做一個愛心關懷、做捐助的時候，也可以跟我們聯絡，也可以跟我們李議員服務這邊、李議員這邊來聯絡。就是莫忘世上苦人多，我們就竭盡我們所有的能力跟力量，來做一個愛心便當的發放。希望各界善心人士共同來支持。議員李中慶指出，這次發放的對象涵蓋原電、幸福、海電、安富、溪東、溪頂內里的低收入戶，同時也將弱勢邊緣戶以及獨居長者納入關懷範圍，擴大照顧層面，和資源更加有效分配。長期以來，我們上一次已經有做過一次發放愛心便當的這個情形，大家就是也非常的響應那我們這些有拿到便當的好朋友們也都非常的開心。那今天感謝丁大哥再次號召，讓我們所有更有心的朋友可以一起來加入。那這一次我們總共有6個里，分別分給我們低收入戶，還有我們一些比較弱勢邊緣戶，包含我們獨居老人的這個部分。那也希望說未來大家看到我們長期為了這些辛苦的朋友們來奮鬥打拼的這個情形，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活動當天，這位志工也自發投入協助發送工作，包含簡慧珠、關鳳然、吳小芬、蔡玉葉、左翠寧、劉秋榮、丁祖恩等人，大家分工合作，展現社區凝聚力加人情溫度。主辦單位表示，這次活動不僅提供物資援助，更希望借由持續性的公益行動，喚起社會大眾對着弱勢族群的重視，也希望會當鼓勵更多人投入公益，和愛心在地方不斷循環。台灣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